台中市发生酒驾赛车弄死大学生，市长罗秀燕昨是讲酒驾是全国性的问题。严格今仔伫市政会议又搁拜托民众千万都唔通食酒赛车。有法界人士是认为，目前食酒赛车若无造成伤亡的处罚，前2届大部分拢是判2个月到6个月徒刑，可以当易科罚金哦。因建议讲修法来加重刑罚，嘛袂当罚钱来代替坐驾，才有吓惊的效果。台中市一个查甫人食酒赛车，弄死一个咧走外送送餐的大学生。台中市警方宣布连3天的大执法，不过市长罗秀燕召开市政会议，并无针对食酒赛车的原因提出管理的相关措施，干那是再三拜托民众讲到唔通食酒赛车，若无就算讲有更较侪措施，甲教育宣导拢是无效。不要酒驾，不要酒驾，不要酒驾，非常重要。然后再多的硬体设施，或是再多的这个教育宣导，悲剧交通事故还是会发生。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伊老母2021年5月，就是伫咧台中去食酒赛车弄死的。伊针对食酒赛车发表看法，认为应该加重罚，限制上路。法界人士认为，目前食酒赛车已经修法加重罚。2022年公布修正条文，酒精浓度每公升0.25毫克以上，也是讲会酒精浓度有到0.05以上，得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连带罚金上重会讲罚到30万。不过，若是无伤，若是食酒赛车无造成伤亡，初犯的前2届，通常是干那判2个月到6个月，而且可会使交罚金来贷，较无约束的效果。如果没有致人死伤，应该是3年以下，那也就是还是有可能有这个易科罚金的机会。那如果我们从法定的最低刑度去调整，比如说是6个月以上，没有再有这个易科罚金的机会，可能会是比较符合我们国家人民的法感情的。有律师就建议应该加重刑责，也就是上起码爱关6个月以上，而且佫袂使交罚金来贷，互食酒赛车的人拢闪袂过，才真正有约束的效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